新聞一開始，先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問中國頭一站，就去甲國台辦的主任宋德來見面。雙方是一再強調九二共識，按算今日去中山陵拜了，明仔載就去到北京，準備車閘見習近平。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去到中國南京的頭一暗，佇咧南京的東高國賓館出席晚會，接受國台辦的主任宋德的款待。兩個人將有互動，佮互相敬酒。致辭的內容是關注佇咧兩岸關係的發展，佮再將焦點誘轉來九二共識，再次的證明9·2共識反對台獨這個政治基礎仍舊歷久彌新，歷史經驗充分顯示，只要堅持9·2共識，反對台獨，那麼兩岸就可以交流對話。鄭麗文強調，兩岸當咧創造一個新的模範，並唔是注定就要走向衝突。因為宋德是擱再強調，堅持9·2共識，反對台獨，是2005年國共兩黨就已經確定的共同政治基礎，也是兩岸關係會當和平發展的關鍵。我們絕不容忍中華民族共同家園遭到分裂破壞，兩岸同胞完全有能力、有智慧解決好自己家裡的事。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是提出三大問題來質疑鄭麗文，即間去中國敢有接受中國任何一個政治前提？也閣有習近平過去講到9·2共識就是一中，安尼敢是就代表認同兩岸屬於共一個中國？另外，到時陣見到習近平，敢會反駁習近平講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主張。在今年的第一季啊，共機的侵擾台灣吶，就有420架次，第一季而已啊。民進黨一直都贊成正常的交流，可是呢，這個交流不能拿主權來當門票啊。民進黨強調支持正常的交流，不過嘛，擱再強調主權的立場袂當退讓。兩岸互動是牽連規個區域的政策，免怎兼顧交流甲安全。鄭麗文這段行程繼續受到各界關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